继续来看高雄市政府伫102年推出着一日农夫的农村体验的活动，带领游客亲入农村的社区、慢水果、做手工品，品尝着在地风味餐等等。6年外来，累积的观光人潮8万人次，创造1亿8千万的业绩。这个高雄市当初敢若投入800万的计划，是翻转出将近23倍经济产值。台湾以农立国，农村是袂少人囡仔时代记忆。生活较紧张，现代人入去庄卡就是万瓦。好好玩，好开心。好生好食，高雄市农业局推出一日农夫带游客深入农渔村。大树采往来，基山挂金蕉，大蛇板巴拉，除了体验慢水果的趣味，也有当地生活。洗牛的田、洗衫，也有农事的生活，拢变成趣味，所来个亲手去做。香蕉包是真的有把这个香蕉融入在这个食物里面。由专业老师指导做当地传统点心。传统的那个客家的红菇粿呢，中间有一条缝。红菇粿往来所拢总家己来，可会使试到当地美食。高雄市政府伫102年推出的一日农夫农村体验活动，全台湾首创结合6级产业甲农村再生计划，也有农村社区的配合。若无庄卡味，庄卡用做就无意义。庄卡旅游，若无庄卡味，庄卡旅游就无趣味。趣味的体验过程，互游客算甲真欢喜。参与一日农夫体验的时候呢，他亲手做的手工菜，这边可以看到这边完完全全是香蕉市场所制出来的。这种一日农夫的体验，互农渔村更较热闹，嘛互当地的人另外一个就业机会。给我们2位阿嬷加起来150岁有工作的机会，也给我们年轻人能够回来工作的机会。我们预计就是在投入就是差不多4000万左右然后在22个社区。然后希望能够在92个计划里面来创造出就是这个3亿元的这样的一个产值。一日农村的轻旅行为台湾请到国际市场，真的外国人嘛来参加。6年来，总共有观光人潮8万人次，创造1亿8千万的业绩。高雄市当初敢若开800万的计划，却是产生23倍经济价值。唔但协助农村自给自足，搁紧张的都市人为一日农夫中会使轻松休喘，更好台湾农村的特色扬名国际。